台乡市内未来一礼拜可能创下到入秋以来的上低温，因为东北风真强，北部甲东北部转凉，高温甲昨比起来落降7度，再加上有飘雨，这个体感的温度更加明显。所以像豆冷啦、包啊等等的热食，生理特别好。啊，讲礼拜甲拜一的透早，是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阵，可能会出现16度甚至到14度的这个低温。啊，那这个中南部影响无介大，但是要注意日夜温差大。伫早顿店内底豆冷和包仔卖了特别好，一粒一粒烧乎乎的包仔上肚，大家拢等袂赴要食，搁配一喙烧豆冷，规个身躯拢变甲真温暖。天气变寒，烧的物件总是特别受欢迎，刷落来会搁较寒哦。在北台湾一整天哦，尤其是白天的高温大概也只有20度上下，整天的感受都会是比较偏凉，甚至稍微有一点点冷的这种状况哦。那至于中南部，整体来说，白天还是可以见到阳光。东北季风带来的冷空气继续落南，加上东北季风一波一波增强，27号开始会明显降温。礼拜拜一早晚的低温干那16度，拜一了后气温会较回，不过拜三搁要降温，后礼拜5也是有机会出现16度左右的低温。我们预估这一波东北季风从今天开始逐渐增强影响，而且可能会持续的延续到下个星期一整个星期哦。那虽然之后温度可能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一些微幅的变动，不过整体来说天气形态大致上是差不多咯。北部东半部会落雨，中南部早晚温度会差较济。未来一礼拜出门爱记得加早一领外套。